Taste of fat. 今日只有一個板塊錄得升幅，能源。如果再細分行業嘅表現，喺115個行業裏面上升有25個行業，當中大成交有7個行業，中等成交有7個行業。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醫藥研發服務、銀行、電信服務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乳製品、公用運輸、貴金屬。至於3日累積最大升幅行業，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再加上股票熱力圖，最好表現行業係半導體、電子元器件、煙酒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最好表現行業係貴金屬、軟件開發、化工產品。14個大板塊股票強弱比較，以下每一幅板塊熱力圖嘅最左邊一行代表股票強弱，排喺最下面最藍色嘅方格代表股票最強。綜合企業、基建、金融服務、電信、地產建築、醫藥、消費服務、互聯網和科技、消費商品、工業產品、能源、運輸、資源、交易所買賣基金。今日有13個行業錄得平均升幅，分別係貴金屬、煙酒、基建、電信服務、超市百貨商城、服裝、公用運輸、石油及天然氣、醫藥、線上媒體、紡織及製衣、煤炭、化工產品。Taste of Fat 第二部分行業板塊表現已經完結，第三部分為今日股票表現，會總結出50大成交、恒指成分股表現、頭50大最大升幅股票同埋強勢股票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.